來繼續來看花蓮轉運站的官方的面冊，宣布講站內有一隻叫做“兩塔”的站鳥，正式佇個轉運站提供服務。對鏡頭喵喵叫，這隻叫做“兩塔”的鳥花，目睭大大蕊，無煩無惱，食甲也不討，互人看甲心花開。你的辦公室比較大。那真高山內嘛真妖曬，看到食到真破車。除了做工幫互人看水，即馬還有一個新的身份，就是擔任花蓮轉運站的站鳥。很可愛，他有時候會在這邊，有時候停在這邊。還蠻喜歡小動物，我會覺得說親切一點。站內有新歡康，乘客攏真歡喜。不過，更加互人好奇的是，兩塔現在變做站鳥咧。6月有一天呢，我們一直聽到，但是看不到、找不到貓咪販賣的這個魚條，怎麼好像有被吃過一樣？對，就發現在抓住蛋塔的時候呢，我們就突然看到哦，原來他把這個魚條都拿來吃了。兩塔佳節，合作工會氣氛是愈來愈好。經過同事表決，決定讓流浪在怪兩塔一個溫暖的家。今嘛希望各地愛鳥的民眾都能感受到兩塔的魅力。我們在7月1號成立了觀光案內所呢，可以讓這個所有旅客完成了觀光的最後1里路，也可以讓旅客呢花蓮的旅遊特別的熟悉。我們也沒有給他特別的工作，他就是賣萌安撫旅客。兩塔古水模樣，互真濟人殺掉。副站長嘛提醒乘客會按照鳥花的生活慣勢，希望上班不上班攏該在去。感謝各位旅客呢這麼愛護花蓮轉運站及我們的蛋塔。那各位旅客，我們會在 FB 公布我們蛋塔的這個值班的時間。那各位旅客呢，看到蛋塔的時候呢，你可以摸摸它。有涼快通做，民眾攏介欣賞，嘛互等坐車的乘客有古錐年華小借問，心情變美麗。